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初9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新北市幼儿园关注感染的埃及爸爸有2位入境的亲戚也验出病例，甚至去过社区的工人也染病，工人的太太也验出阳性。台中大雅区带134个人落难旅游，却无遵守防疫规定，台中市政府目前正在追查。强度风台产事可能会提早外向北边，恐惊会登陆，上紧伫今日暗时就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4个本土病例，2个带病入境。讲到这个带病入境的病例，有2位是埃及查甫人，甲幼稚园关注感染案件内面的埃及爸爸是亲情。目前幼稚园的感染人数到达已经有27个人了。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关注人数无逼出来出事，而且汤技术的案件也已经有控制掉咧。伫咧短时间内，警戒无拍算要升级。国内初9个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其中2例伫新北，2例伫台北。台北市是中风工人翁仔某，甲新北幼儿园规定小为事件有牵连。若是新北2例是做伙大个人，毋过感染源也无清楚，爱搁调查。另外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个案，分别是30多岁甲40多岁埃及查甫人，2个人拢是幼儿园家长埃及爸爸的亲情。8月初4来台湾检疫期末采检是阴性，毋过因为甲埃及的爸爸有接触，才可列。2边采检伫初9确诊，即摆累计已经27人，指挥中心目前也完成18人血清抗体检测，要来查清楚感染源。这3个弱阳性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另外有2位分别是这个老师以及护理师。以这样的情形看起来，就说 IgM 还是阳，但是还没有消失那大概是1个月以内的一个事情。源头现在很难判定，当然有几个以发病日比较早，16、129就是老师嘛那另外可能当然就是这个埃及人这父亲。有医师认为，规个事件已经是几落轮的社区传播。指挥中心是回应到底为几届，会做进一步了解。目前初步研判未有100人传播链，不过这届有毋是住户的人感染到，是毋是代表环境受污染的？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对社区甲幼儿园拢有做环境检验，检体拢是阴性。指挥中心讲，疫情稳定控制，防疫暂时未升级。那还没有到升3级的条件其实这是很清楚的。那目前桃园的这个案例已经是在一个应该相对已经是可以控制的范围。那新北这案例仍然在发展中，但是情况也是相对的就是不是这种连续有很多的这样相对很多的一些病例出来。另外，针对有感染科医师建议，为了阻止境外更较侪变种病毒移入，边境管制应该要优长到隔离21天，而且要增加采检次数。指挥中心是回应，这意见拢会提报到专家会议来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幼稚园发生群聚感染事件，这病毒也伫咧某一个社区传开咯。伫咧社区内面，今仔日有增加1个病例，伊毋是住伫社区的民众，是一位对台北来施工的工作人员。那讲到境外病例部分，要增加2个，是甲染病埃及爸爸做伙对外国回来亲情。伫新北市本土病例部分，要增加2例，是朋友之间互相传染，甲幼稚园的案件是无牵连的。新北市初9增加2例本土个案，一个人就医的时阵采检阳性确诊，另外一个人是伫厝隔离阳性，2个人住伫3点埔，CT值大过30，是朋友之间传染。市府判定甲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无关。在今天新增个案里面，我们也匡列了1个接触者，居家隔离1人。另外，所以这2个跟我们的幼儿园染疫事件是无关的。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为幼儿园扩散到邦桥社区大楼、初北市府紧急清空大楼、AB 2栋大楼785人 PCR 拢是阴性。初9增加2例境外移入确诊，是1616埃及爸爸的家属。另外1个增加个案，毋是大楼住户，是大楼装修工人。涉及台北市、属于台北市的增加个案。这2名家人是与这个案16160同时入境。那他们呢，在检疫的期间 ，PCR 2次的筛检呢，也都是阴性。那被我们居隔了以后呢，第1次的检验也是阴性，在第2次的检验是阴转阳，但是 CT 值都非常的高。所以呢，他们是否是在境外的时候的就感染，然后后面阴阴阳阳，
还是呢在这个一起的时候有所感染，这个都还待进一步的厘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防隔离隔离的人伫 PCR 结果出来进前，新北采取有风险停课到初九为止，累计有16校7369人停课。新北市40万的学生中有2386位请防疫假，占所有学生的0.59%，以幼年园较侪。针对这些被清空的过程中居家隔离的学童的班级，我们做1天或是2天的预防性停课，只要 PCR 出来是阴性，我们马上解除隔离。像今天的13校多出来的是3170名同学，明天他就全部恢复上课，只停课1天。即摆幼儿园确诊个案，主要确诊个案拢伫 B 栋，分属10楼、11楼到15楼无共楼层。市委也提醒，包括疫情的地处空间拢爱开窗通风，通风会当降低 Delta 病毒传播力。只要吸到公共场所的任何物品，爱随消毒，做好手的清洁消毒。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幼儿园为什么会发生群聚感染事件呢？这病毒可能是对社区的家庭来的，而且这个社区有一位来施工的工作人员也染到病，甚至工人的太太也验出阳性。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这位工人无入去社区内面，究竟是安怎会感染到，恐惊是过来调查。板桥社区大楼的群聚案，初九佫增加一个，毋是住伫遐做装潢的工人，还佫有甲伊做伙大的牵手嘛确诊。这个做装潢的，伫8月12至14，还佫有9月初8，拢有去过这个社区。9月初1开始有症状，有去诊所互医生看。原来因牵手是一个家庭主妇，9月初6有发烧，因为社区的群聚案做扩大采检，因2个人才做伙去病院，采检的结果是确诊。2个人的 CT 值一个24，一个13，已经做基因定序，目前结果还未出来。这个做装潢的工人，敢是因为接触到公共空间来染病？感染源也搁来调查。现在是很初步的资料，他好像也没有进到里面去，他们公司有在那边装修，所以公司要求全员要采。那至于在环境的检体，我们不管是幼儿园或是这个住宅大楼，在环境采检目前都还是阴性。这对翁仔某住伫台北文山区，台北市府强调讲，因翁仔某是伫初8半暝完成采检，初9做疫调，有接触过的人，还佫有场所拢会做酷热甲消毒。市长高文地嘛强调讲，有偌济证据，就做偌济代志。那我们文山区这2个装潢工人跟他的太太在哈，现在我们台北市这边就一样开始做疫调。那有问题的，我们就会把它再框起来，再做 PCR。台北市公布暗号16158台大护理师疫调的行踪，伊捌搭坐运经过江仔喙、阿东病院、新埔、龙山市顶站，还佫有代替的台北车头甲花莲车头。针对外界质疑讲，湘北是首都生活圈，新北市禁止伫餐厅内底食饭，台北市敢是要缀咧办理？针对这点，高文德表示，原则上感染的情形若是共款，防疫方法才有必要共款。伊嘛呼吁讲，虽然台北市的餐厅要是依持会当伫内底食饭，不过店头一定爱落实防疫规定，嘛建议市民要是尽量抱回去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民众上届关心的疫苗，讲到第2批 BNT 疫苗，今仔透早已经送到位了。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国内已经有184万筒 BNT 疫苗，会先开放予12到17岁少年家来注疫苗。不过，有家长烦恼讲，这 BNT 疫苗会产生副作用。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新肌炎发生几率真低，变严重的几率也真低，做疫苗的好处也是较侪。透早5点41分，第2批 BNT 疫苗差不多91万筒，已经送到台湾。伫警察车的护送之下，甲全部疫苗送去检验做防检，加上顶1批93万筒。目前 BNT 疫苗送到位的数量已经超过184万筒。连同上一次93万嘛哈，跟今天的已经有到了184，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17号。这2批疫苗优先开放予12岁至17岁，还有18岁至22岁的民众来注。也若敢会开放予第9轮已经注过 AZ 疫苗的人，第2档注 BNT 疫苗的，但是中强调讲会考虑，不过就要看疫苗送来台湾的速度。另外，嘛有风声讲，注 BNT 疫苗了后，可能会有心肌炎的副作用，就算有注嘛可能会搁去怀着，或者侪家长是真烦恼。心肌炎方面，它第一个它的发生率相对的低，那第2个它的一个严重度相对也低，还是利大于弊。另外，有民众注国产高端疫苗15天了后，自费去抽血，验出 IgG 抗体值35.4，伫50以下，认为高端对新冠疫苗无保护力。
不过，陈市长认为讲，用这种方式讨论并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如果一个个案要来谈论通案，那其实在科学上是不太符合这精神。每一个人在打的时候，抗体有高有低，但也有一部分人，甚至连抗体的反应都没有。本来在第一剂跟第二剂之间，这个抗体的生成就不是100%，那它就是需要第二剂来作为这个加强这个免疫系统的反应之后，那才能够说具有完整的保护力。欧盟药品管理局 EMA 已经针对 AZ 疫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建立格林巴利症候群，都是真罕见的急性多发性心肌炎。指挥中心表示，国内注射了后的通报，目前计共有10例，其中注 AZ 疫苗的占9例，注莫德纳有1例。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的部分，气象局表示已经变作是强度风台的产数，可能会提早往北平，甚至会直接冲来到台湾。上紧伫暗时到明仔载透早这段期间，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来讲到陆上风台警报，就要看太平洋高压有偌强才来做决定。另外，台东往回绿岛南苏的航班也宣布初10、11这2天船是无要开的。台东富公渔港为少游客赶大包小包落船，灿数风台行来侵扰台湾。台东往回绿岛宣布初10、11停航，船公司紧急加开船班，南苏2班、绿岛4班，差不多1300多游客陆续返来到台湾本岛。因为要待产，要待产了哈，赶紧出来了哈。对啊。今年威胁台湾上强的风台灿数，目前以每点钟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过来，而且速度变紧，进入巴士海峡了后，可能提早登北。气象局是讲，初9暗时到翻转工初10拜5透早，会先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也可能上紧拜6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会落阵雨还是雷雨，其中恒春半岛会有局部性大雨还是大水雨。礼拜影响台湾，全台湾各地天气拢无稳定。太平洋高压预估在星期5到星期6会减弱东退，风灿数就会来到高压的边缘，逐渐北转。预估星期6到达巴士海峡，星期天开始影响我们。星期6日2天是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气象局长陈明典也伫面册写文章讲，灿数风台卫星分度眼像分系是平均可调的，其中分顶温度是红色带乌的低温，风台眼是蓝色以上的高温，这拢是强烈风台特色。灿数风台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3公尺，刺激风暴半径750公里，也可能继续变大变强，恐惊为台湾带来大风大雨。你可以形容它算是一个小钢炮一样，非常的小，可是它的风速已经强烈台风，它还会增大，半径有机会到达180公里，中心非常靠近台湾的东半部，但是它的暴风圈还是笼罩了台湾。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东部影响就会比较大，往西偏一点点，直接从南端这样撞进来，其实西半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这个台风呢，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气象局表示，礼拜5的天气也是好天稳定，暗过半暝了后，华东地区、恒春半岛都会开始落雨，因为太平洋高压拜5到拜6开始减弱，灿数风台东北的路线也有变化，上可能的路线就是拜6到礼拜上挖进台湾，发布陆上警报的机会真悬，所以呼吁民众先做好防范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早起亲身主持振兴方案记者会，这振兴5倍券有200、500加1000的这3种，振兴券等于是现金会当纳学费，不过袂当来纳罚金毛。上紧伫咧9月2日会当去绑数位版本，10月初8开始使用，会当用到明年4月30。我们规划提出振兴5倍券，已经在今天院会中通过特别预算。要送立法院1600亿的纾困振兴第4遍追加预算案，其中1273亿要用在振兴5倍券。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主持振兴方案记者会，向外界来说明3种名额的样本，也佫有一寡防止假造的标示，互大家会当详细辨认。摕到的时阵一定要详细看。就跟我们的国币、新台币完全一样，而且有各种防伪的设计，高达11种。餐饮、夜市、市场，你都可以用。你可以缴学费、补习费，各方面百货公司都可以用。
五倍券除了生活消费，还佫会当缴学费，毋过袂使境外买物件，嘛袂使买股票，也是讲缴税缴罚单。只要是2022年4月底出示进前的台湾国民，拢有资格领。9月20日就会当数位设定，也是25去超商设定。10月初8开始消费，预计是10月初4开放预约，12分流来领。民众原来会当用健保系统做家属注记，上济会当5分8共一个效户，而且会当数位化使用，优惠佫较济。家里最多你自己，然后再加上4个人，这样就相当于有25000块哦，在同一个这个数位账户里，那更加没有找零的问题。为了提升数位使用率，经济部针对市场夜市推广行动支付，非常积极，针对市场夜市呢来推广行动支付。那这样的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也同步来大力转型综合电商的部分呢，大致上都同意。在里面全部都要设专区。五倍券原来纳入境内电商甲外送平台，电商爱设立专区提供广告优惠，外送平台都要提供免上计费这个优惠。五倍券纸本每一张印制费是2.7块，兑换手续费调降5角，总行政费用是20.85亿，比3倍券较少。国发会预估会当创造2000亿的效益。五倍券的官方网站是5000.gov.tw， 一定9月2日上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振兴5倍券，伫咧10月初就要来施行咯，而且各部会由其他优待来烧天，对500块到1000块拢有。民众登记了后会进行抽签。那讲到经济部的部分，为了要鼓励民众用数位版本的5倍券，只要前400万名民众去登记数位5倍券，就会当摕到500块的好习惯，当好互民众去食东食西啊。5倍券将伫国庆连假进前上路，政府鼓励民众绑定数位券取代纸本券。经济部到20亿加上代所赞助10亿，总计20亿经费。民众只要绑定数位5倍券，前400万名会当得到500块好习惯。上大的重点就是免抽签，先手先赢。其实也希望是用一个额外加码的一个方式，好，可以增加消费者到我们的餐饮业、糕饼业甚至夜市这边来做消费。好习惯会当用于餐饮、糕饼市场甲夜市的贩卖。经济部预估会当创造40亿的效益，也毋过看伫夜市店家间来，认为政府增加生意不足。像有的老阿嬷她来，她说我就不会用手机啊，那她当然就觉得没有受惠到。但是如果年轻人他一直都在用行动支付，当然他乐观啊，就500太少了。除了经济部各部会也大力增加，文化部佫推出600块的艺放券300万分，农委会有888块的农游券146万分，交通部1000块国旅券120万分，教育部推出500块的动资券200万分，客委会是500块的客庄券40万分，环评会爱观券1000块10万分，国发会地方创新券500块20万分。也毋过这7项优惠增加拢限量，需要抽签并抽起。银行为了抢5倍券商机也提出优惠。在今年这个前1万名的这个客户，我们有额外这个做相对应的这个加码。那如果您是第一次这个申办台新的信用卡绑定上来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就会额外多拿到这个1000块。台新银行针对生活绑定5倍券，送上关2000块。第一银行推出抽奖活动，上大奖5000块的绿卡金。农业金库指出，绑定5倍券伫农渔产品便宜大消费，送数位拍摄券1000块，政府民间联手，送行动支付，目标创造400万人使用数位5倍券。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Delta变种病毒入侵了台湾，双北疫情有加起来趋势。不过，伫咧台中的大雅区，区长却竟然去向执旗讲，伊带团落南去旅游，甚至讲这134个人伫咧游览过程当中，食物件拢无遵守防疫规定，已经违反着中央的防疫政策咯。台中市政府表示，目前正在了解当中。餐厅内底，大家坐规桌伫咧食饭，不过因若无菜价帮，食公道，搁食共盘菜。带队去的是台中市大雅区的区长。初8、初9这2天，大雅的邻里长去南部做参访，人数算的有134个人。用餐的规范甲人数嘛无下规定，受到民众的质疑。现在又开始严重了啊！原本就要待在家了，对啊。能够不要跨区移动比较好。对啊。大雅区长摕影片出来背回，强调讲除了防体温，车顶嘛拢人围坐，食饭一道嘛敢若坐5个人。区长讲，当年拢会外包举办文康活动，今年5月份延期一届，这届是防疫警戒降做2级才出团，想袂到搁拄撞到疫情。会决定说再做，是因为那时候正好
正好疫情又变成又微解封了，然后游览车也可以说出行了。这次出去可以符合防疫规定的话，我才决定说可以出去。现在有升温的感觉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个温康参访全部取消。区长讲，参访的过程拢有遵守防疫规定。原本14、15，还有第2批参访团，即马考虑防疫已经先取消。台中市府表示，会去了解敢有相关的疏失。我会请大雅区李区长提一个很详细的报告给我，那我们也会来会卫生局，该裁罚就裁罚，该追究就追究。目前国内疫情搁一届淡水例，台中市长罗秀燕才打发出停课严格，就唔通放零，定出比中央搁较严格停课的标准。不过，区里林长也是照常出去佚佗。公务单位的防疫措施无一个统一的标准，嘛互民众是看落雾煞煞。记者综合报道。新地有一位对越南来的查甫人，进前讲来到台湾是要投靠亲情，正做理由要伫台湾食头路。不过，伊入境了后有遵守居家检疫规定，却伫咧检疫结束进前3点钟最后走出去，去互卫生局罚20万。这个越南查甫人，伊是辩解讲伊袂晓讲华语，才会造成误会。不过执行署新的分数也是要改罚，不过这个罚金会当分期付款来处理。台南警员就问查访这门学生的查甫人，伫厝检疫期间连2天偷走出去，伊表示出门找朋友借钱，也毋过伫厝检疫违规开罚30万。执行署树林分署就问查访，这名厝主是伫检疫期间落楼等本数，一度拒缴10万罚款，明明违反防疫规定，爱付出代价，也毋过也是定团出违规。软性民众当初来台，因为语言隔阂而误以为，检疫期间届满已经可以自由出入，那其实是误解了我们台湾的入境的这个相关规定，实在不是故意违反。一名原人节5成的查甫人，登记移亲来台，到集中检疫所隔离，无到3点钟就会当出关，扣家己外出，方裁罚20万，过期无缴。执行署新竹分署找上门，伊讲未晓中文，入境无欢迎协助，毋知影过暝才算检疫期满，也毋过违规20万罚款也是爱缴。执行署考虑伊的经济状况，决定予伊分期付款。入境的时候，那都会发中英文，还有相关的语言，他都会入境检疫的通知书。我们都会有外事警察会跟他联系，他每天都会跟他那个联系在居家检疫期间。疾管署强调，外籍人士来台检疫期间，拢有外事警察协助说明，有任何唔捌，拢会当反映。疫情爆发以来，到这个月初9，执行署受理以上的违反地处检疫、地处隔离的防疫裁罚无缴案件，实际执行688件，已经入了的472件，有效缴纳件数比率是68.6%。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世界大小事，讲到阿富汗塔利班宣布要组成临时政府，不过罗西亚的报道就讲新政府的就职典礼会伫咧9月11日举行，而且好亲像有邀请中国来参加。另外，路透社也讲塔利班已经答应互200名留伫咧阿富汗的外籍人士会当坐专机离开。美军撤离阿富汗已经超过1礼拜。不过，境内也是有少数滞留的美国公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塔利班当局已经答应讲，要互200个美国甲其他国籍的人士，会当伫当地时间初9，包机为首都喀布尔机场离境。一个无签名的官员讲，这是美国的阿富汗问题特使哈里扎德乌西阿的演讲。目前塔利班已经完全掌控阿富汗，宣布组临时政府，而且甲国号改做是伊斯兰酋长国。虽然顶一日因伫媒体面头前答应讲会尊重女性，不过看守内阁的名单是完全无看到任何女性的代表。CNN 的报道指出，有一群阿富汗的女性采白伫喀布尔示威，说去塔利班用武力甲军力攻击。即马大学生当去学校上课，不过对塔利班政府的新规定却是规个看甲雾煞煞，特别是对女性加真侪无共款的限制。一万年也袂输是登去到几10年前的时代。باز امروز آمدیم در کل خوب بودن دخترها کمتم آمدن پسرها بیشتر بودن رویدادهایشون گفتن رئیس پنزه که صنفهای دخترها را جدا میکنیم با بچه ها و همچنان تایمای درسشون شاید تغییر کنه و تایم بچه ها و دخترها هم تغییر خواهد کرد. I am very disappointed by the fact that President Ghani left the way he did. That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surprised me, in fact, that I had at least better expectation from him.
阿富汗前总统甘尼伫塔利班发动攻击的时阵，怎我会做伊走离开阿富汗，是互国界骂甲臭头去。蔡白伊发声明讲，伊欠阿富汗人民一个解释。伊讲离开喀布尔是一生当中上界困难的决定，毋过前到呾，伊无想过要放杀阿富汗的人民。The Taliban seek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support. Any legitimacy, any support will have to be earned.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塔利班会伫10日举行新政府的就职典礼，中国已经有受到邀请，嘛会去参加。毋过，这个消息塔利班是还未证实。目前，欧美各国对承认塔利班的合法性态度是拢真保守。中国已经甲塔利班做视讯的会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宣布，会提供人民票2亿的物资予阿富汗，包括食食甲疫苗等等。毋过，伊是无愿意讲到敢会承认塔利班新政府的问题。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讲到做要满6年的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地，去予执政党提名，成做副总统的候选人。不过，就专家认为讲，杜特地在为这段期间要到6年啊，国家是负债累累，若准继续来执政，恐惊会伤害到菲律宾的经济。菲律宾总统大选要伫2022年举办，执政党民主飞人国民力量党7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伫会议内底选出提名的人选，结果由现任的总统杜特地的亲戚，嘛是参议员克里斯多夫出选总统。76岁杜特地是获提名做副总统候选人。Alam mo kung bakit ako tatakbo ng vice presidency? Is it ambition? Maybe. But is it really a sense of love of country? 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上长只有6年，无法度连任，所以特别做满6年的杜特地，敢若会当参选总统以外的职位。只是执政党内目前出现分裂的声音，支持杜特地的菲律宾能源部长库什派系提名克里斯多夫吴加杜特地参选，英国由宽王巴乔领导的派系，煞伫8月2号选出参议员皮门特3世做新的党主席，煞互杜特地的支持者拒绝信任。对于杜特地上任了后，用极端的手段推动反毒品战争，造成数千人死亡。今麦伊要出马竞选副总统，民众的看法无同。Sa akin na kung tatanong niyo po, hindi okay. Kasi kung sa posisyon ka na sa langit ka na eh. Ikaw ang hari eh, tapos bababa ka. Kasapangan ng yung katungkulan. Presidente ka, bababa ka ng vice. 外国媒体报道，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法兰克提出警告，认为杜特地要参选副总统，有可能是1986年马可仕获罢免以来，对菲律宾民主制度的上大挑战之一。佮分析指出，杜特地执政期间，和菲律宾的国债比例达到 GDP 的59.1%，创下过去16档的历史新高。若是杜特地佮一摆掌握大权6年，菲律宾的经济加债务扩大风险，卖继续增加。国际新闻台是董编译。人讲插价将官财，毋过插钱就该败。伫咧美国硅谷有一位查甫工程师，甲人骗讲一智慧就当减几落百种的病症，用这款的手段伫甲人骗钱。这杯美国加州的法院也特别来审理这个案件咯，若准罪名成立，相当爱关20年。2003年，19岁大学无毕业的背景，伫硅谷创立血液检验公司的塞洛诺斯伊丽莎白霍姆斯，捌互人当作是生化创造产业的天才，宣传一智慧会当验百病的技术，吸引政商名人的加入。公司期待捌达到90亿美金，互霍姆斯互人当作是女版的贾布斯，一直到《华尔街日报》2015年发表2份调查报告。公开霍姆斯公司内部技术违规，这个加州硅谷有史以来上界大规模的诈欺案，早总算闭空。I mean, Theranos had a lot of promise. It wa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companies, to emerge, and many people considered Elizabeth Holmes would be the next Mark Zuckerberg.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got their technology out before it was proven. 加州圣荷西法院7月开庭审理霍姆斯12项诈欺指控的案件，检察官一日开喙就讲霍姆斯是一个骗钱的大歹人，少年耍真谨慎的诈骗计划，互伊变做亿万富翁。霍姆斯所请来的律师团原来真牛，讲做霍姆斯所推出的验血技术犯错，不过失败不是犯罪。The fact is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 have the CEO of a hot technology company possibly going to jail. So what's at stake here is that it will put the fear of God, the fear of government into the hearts of Silicon Valley's most powerful investors. They will now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 fact that they too could risk going to jail.
辩护律师阁讲，霍姆斯去互以前男朋友拉米许8万年精神虐待，也甲操作，一切拢是不得已的。现年37岁，霍姆斯也是罪名成立，上悬爱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到这礼拜已经要满20年啊！就算讲这时间过遐久啊，受害者家属因的心肝内犹原是痛痛的，而且当随时伫咧协助处理现场移工，恐怖画面一直影响到因的精神甲健康，甚至到今一寡移工拢无摕到合法的身份，当然也无法度受到正当的照顾。纽约市的女警卡西马萨20年前的9月11迄天宣布休假，毋过当第一只飞行机弄上世贸大楼北塔，伊随赶到现场救真侪人出来，最后却伫北塔放弃的时阵无命。甲伊同款是警官的翁婿甲老母亲，逐工思念伊无停过。The worst part of it, which was what had happened. Like I said, you'll learn to live with it. You never forget it. That morning is every morning. It just is there every single day. 住住伫纽约下林区的弗瑞泽20年前，伫西部南塔的纽约州税务部门上班，同时也阁主持一个篮球奖学金比赛计划。当年受过伊帮助的女学生，永远会记得这位人生导师。后来下林区将这条道路改用弗瑞泽的名来命名，表彰伊对社区付出甲贡献。以上这案例只是911恐怖攻击3000个罹难者的一小部分，每一个无法度转去的人，拢捌有家己的事业、家庭、亲戚朋友。因的故事以文物形态保存伫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为受害手机信用卡识别证到开酒器棒球手套，有一寡是为庄仔石头中摕出来，有的是家属捐赠，记录一寡生命的分者。也阁有一阵人到当游园受到事件的困扰，迄就是一阵伫圣曼汉顿庄仔石头中协助清理善后或者义工，因发生真侪身心无法度排解的困扰，也毋过因为无合法身份甲保险，毋敢看医生，家己忍受。Absorbimos todo el polvo de las torres, todo el plomo, el asbesto, todos los químicos que echaban. Entonces, uno fue como quien dice, lo mandaron a morir. I think what we owe them is at least a pathway to citizenship. 美国前众议员克劳里要为指定人推动法案，予911救难甲清洁义工快速申请合法移民身份，有计1到2000人会当得到保障。也毋过，伊下定表后法案就封控了。2018年其中选举拍败克劳里的欧加修科蒂兹办公室表示，正在积极寻求重启法案的可能性。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总统蔡英文今日去到宜兰苏澳主持塔江南成军典礼，这是海军头一只具备防空能力的小型军舰，会当使用雄2雄3汉中科院所开发的飞弹，有人叫做航弹杀手。蔡英文表示讲，互海防的能力提升，会当消灭对国防自主的半乌咸之计。总统蔡英文登上塔江军舰视察，这是海军第一只高效能舰艇“奥小蓝”。无到1年时间，塔江舰完成作战测评，伫9月初9顺利成军。塔江舰也是海军头一只有防空能力的小型舰船。总统蔡英文表示，相信这对海军执行捍卫海疆的任务会当更加有利，也打破对国防自主的抹黑甲质疑。我们不但用具体的成果打破了所有的抹黑和质疑。塔江军舰的优异性能也获得国际的认同，成为台湾之光。塔江舰唔但有特种性、航行稳定性，更加互叫做是航蓝杀手，会当应用中共水面蓝。舰顶导航系统甲武器配备拢是上新研发装备，除了有76快炮甲风电快炮、雄2雄3反舰飞弹，更加有中科院研制的海剑2防空飞弹。舰顶载28粒飞弹，使塔江舰同时有对空对海攻击能力。最主要特别在于我们有防空飞弹以及防空的对空雷达。这是跟沱江舰不一样的地方。本舰也是海军首艘引进整合式载台管理系统的军舰，那可以从轮机控制室远端的遥控启停这些轮机的装备，既有风向、风速、航向。塔江舰正式加入海军行列，直属海军131舰队第2只甲第3只量产舰，也有继明年第3回落水。同时，海军快速步雷艇第3只夜机型高艇，并各南各族进度如期进行，增强海防战略。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日本军方昨公布的报告内面指出，中国解放军主要军舰最近拢出现伫台湾东部海域活动。咱国嘅军事专家表示，这是日本方面认定的提高军事紧张的行动，所以咱的国军就要特别注意。共军主力军舰最近出现伫咱国东部海域，引起关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册被公布，包括控制离地飞弹驱逐舰朱北湖、现代级飞弹驱逐舰杭州湖，先伫初三分别通过宫古海峡，接落来伫初五配合控制离四飞弹驱逐舰地上湖，通过台湾甲乌那国岛之间的台湾东部海域往北驶。学者分析，共军这个举动除了经营战场，更较侪是展现政治外交手段。他透过军舰去展示，就等于说是告诉周边的国家说，他在这个地方的海域是可以去做一个是可以自由行动，甚至是进一步可以去掌握的。那这个其实这一边的话，对于他的宣传还有这个传达讯息的印象上面是有它的一个效果。共军早伫去年底就开始伫台湾甲乌那国岛之间的台湾东部海域部署军舰巡弋，挑起台日敏感神经。那安尼，共军也互压出采购咱国主力战机 F-16甲105榴炮。向地发射车的武器模型，当作是攻击目标。解放台湾的企图明显，共机也继续伫咱国西南空域活动。初八2度绕台了后，初九透早搁进伫咱国西南空域。面对台海局势升悬，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顶伫表态，形容日本甲台湾就像片头甲喙的距离。第二是家人的关系，那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日本自民党参议员佐藤正就表示，那中国封锁台湾会严重威胁日本、韩国经过台海甲巴士海峡的自由生命航线，建议台日会当分享巴士海峡甲宫古海峡的情报。记者综合报道。前中研院的院长洪启辉得到威尔士化学奖，主要是伊所开发的新药啊和疫苗研发等等受到正人的肯定，而且伊伫咧进前已经摕过霍尔夫化学奖啊。那照国际惯例来讲，这两项奖摕到了后，落尾要来得到的就是诺贝尔奖了。没有好的药物跟疫苗，还是控制不住嘛。来看看是不是有现成的，或者说它原来是用在治疗其他疾病的。面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前中研院长王启辉公告老有信用，讲台湾需要有研发能力。从这个 SARS 的经验，我们一定要自己培养这种研发的能量以及人才来应付随时会来的这种重大的疾病。王启辉长期钻研化学生物甲糖分子研究，由伊开发的程式化一点式反应法，和糖分子伫实验室会当快速合成。降速法是唯一会当大量快速合成寡糖的方法，对学术界贡献真侪。得到2021年威尔士化学奖肯定，官方指出。王启辉伫糖类甲蛋白质之间的分子识别方面有突破性研究，将为癌症治疗带来革新。王启辉除了中研院士之外，更加核算美国国家科学院士、世界科学院士等成就。为1986年开始伫国际间获奖无数，依照过去的惯例，得到沃尔夫甲威尔士化学奖，后一步就是诺贝尔奖，也互学界真期待。王启辉伫中研院长任内，因为2016年爆发的核电案，引起司法风波，称是2018年一审协判无罪，检方决定唔上诉，无罪定案。也毋过检察院单核案，顶届法庭判处惩戒。王启辉也继续上诉，希望会当再审。王启辉目前人伫美国，伊感谢各个单位的支持甲协助，互伊得到这项任务。威尔士奖设立我50年，包括王启辉在内，目前只有2位RA 科学家获奖。基金会有计11位起将亲自颁奖予王启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个月，大学也开始开学啊！亲像阳明交通大学对初9开始，伫咧新德校区小连续4天安排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快筛检验，希望伫咧开学进前会当做好防疫的工作。另外，校园内面毛设全台湾头一组自我体检亭，提供予老师甲学生免费做体检。全国大专院校连面特别开学啊，随目前疫情的变化。阳明交通大学参加侪学校拢宣布，开学了的2礼拜内，先用远距视讯的方式上课，
不过为了加强防疫准备，阳明交通大学也特别设立快筛站，提供师生进行免费的体检。开学就是人的接触会比较多，所以当然可能受到感染的风险会比较大，当然会担心。测了之后，就是知道是阴性，就觉得很安心一点。特别是给入住学生需求哈，因为至少有1000多位这个大一新生他要入住嘛。那入住之前的话，我们做好筛检的工作的话，就可以确定他们在宿舍里面。若是现场有学生出现阳性反应，还要来进行通报加术后的处理。把学生送到医院去，然后做 PCR， 做完 PCR 之后呢，再由救护车单独把学生送到我们准备的1人1室的宿舍里面去做等待。除了团体体检，还有各地校园内底设立全国第一座自我体检亭，学生会使家己进行体检，希望大家会使安心来上课。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弱势团体唔拿捐款减少，连庇护工厂烘焙做饼的收入也是减少真侪。搁再经过10多天，就是中秋咯，家己捐一寡庇护工厂礼盒，销路是比去年搁较歹，实在是使人烦恼。庇护工厂的校员，大家拢真专心咧无因手头的工课，有人熬纸壳啊，嘛有人咧做饼。家己捐面向落地基金会，心心障碍校员学功夫，增加收入，嘛增加对因家己的认同。可以得到他们的成就感，说哦，原来我们也跟一般的人一样，可以做到这种能力。中秋节就要到啊，家己捐的庇护工厂拢希望透过制作礼盒来增加收入。落地基金会讲，感谢一寡大企业的支持，最近阁增加袂少订单。不过，嘛有较细间的庇护工厂讲，到单的订单也是比去年减1/3。往年比如说有50家中小企业帮我们订过，今年大概剩下1-20家，落差非常大。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失业了，没有工作了啊，因为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饼干这种东西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就不会想要再去添购这个手工饼干的部分。家己捐的庇护工厂，因为这2档疫情的关系，经营是愈来愈困难。家己捐劳工cent的发展处呼吁各界会当支持庇护工厂，让社会弱势的人会当继续来有较好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新北市的金山有一对强要长种的大鸟，这款的鸟啊，或者是东方白鹳，常常拢会歇伫咧电火条仔顶头。民众也烦恼讲，这东方白鹳会去互烧拍电着，会向台电争取着，伫咧附近16基的电火条仔顶头安飞啊挂，防止东方白鹳去互电着。白色身躯是尾乌白两色。一只卡标记 A20A 1级面临绝种的鸟啊，东方白鹳，去年为韩国人工饲大了后放飞来台湾过冬，结果伫新北金山阁出现一只公的，所以这对东方白鹳都一直休到今嘛。这东方白鹳一只就跟我们那个鹤一样，只不过是它丹顶鹤在头部是红色的，它没有，它就整只是白色的，可是它的尾巴的部分呢，翅膀部分有部分是黑色。照道理说，现在白鹳早就已经都离台了，可是就那只母的还没有走，不但没有走了，还多了一只公的。东方白鹳定定伫金山卡白顺地漂边仔的电火条啊，吸引袂少爱鸟的人来遮翕相。其实去年底韩国往那有放飞另外一只东方白鹳E37，不过伊伫高雄味道鱼温那边啊，互人发现已经强要死，身躯有真侪所在烧伤，目珠啊阁认出来，研判应该是电死。为了避免这种代志搁伫金山发生，这爱鸟的人透过民意代表甲台电争取到防护装置。这种大型的鸟，当它张开翅膀的时候，它将近200公分。那如果说有一个高低差，或者是那支电线杆有漏电的状况，可能又会发生我们不想见到的憾事。所以我就积极的寻求金山的朋友帮忙。总4点开关会加装背负罩，引下线我们也会去改成铜制的引接线，那它的作用就是可以耐电压25000伏特。台电伫金山16位电火条啊，加装一寡绝缘的装置，保护东方白鹳吸到时阵袂去电着。另外，原来伫变压器的接头，佮安装嵌一个飞鸭类。这个鸟啊又表示真感动，也望安尼做会当保护到鸟啊。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第二殡仪馆桥头分馆是北高雄办理新校事的主要地点，所以因为空间不足，本地是要搁再增建起出来。不过经过2年外沟通，这日召开最后一届说明会时阵，大部分的居民也是表示反对，也让这个增建案宣告失败。望去这片原本是高雄第二殡仪馆桥头分馆的扩张地。桥边是唯一公立殡仪馆，敢来当放8棺木、甲2个礼厅，佮加上兴建无锡金炉，上加敢来当靠涂骹这小金炉，也是去其他所在烧金纸，空间设施明显无够。市政府想要规划扩建环保金炉这个设施，毋过民众意见无共。讲迄栋大楼拢有听到啊，可能有听到讲安怎安尼。烧金纸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还要去另外再租借其他的场地，反而对家属来讲会多造成一个不必要的负担啦。市政府2019年开始召开几多场说明会，拢是以居民反对收场。桥头科学园区确定成立了后，居民更较无愿意互桥边范围扩大。初六最后一届说明会中，大部分的居民听完环境评估结果，也是反对扩建案确定法庭。目前尚无编列任何新建经费，在未获民意支持前，并无扩建新建之规划。当天出席有300多位民众，几乎表达反对意见。反对方担心扩建，特别是两座起火化场，会互生活品质甲房价落落来。不过，民众管理处是讲，扩建案并无火化场，会尊重民意，未强要起。只是虽然扩建法庭，不过民众需求未因为安尼消失。当地民意代表呼吁市政府会当找其他方案，解决空间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屏东沿海3个乡镇东港、琉球甲南州3年一块赢王，有真侪民众登到故乡参加，亲像琉球乡因也遵照鼓励举办王船浸水夜汤啊，还有一个民众是抢这汤啊是抢甲下沉沉，也有人伫咧问讲，这敢会违反着涉外300人的防疫规定咧？屏东县政府表示，讲庙方有事先申请，嘛拢有遵守防疫规定。热烈的炮声，庙方人员甲一大包的糖仔饼拢总压落去，庙埕人客人，民众挂袋仔甲纸箱抢这的糖仔饼，现场要送出3000斤的糖仔饼给乡亲，这是琉球乡王船祭典的传统。打下去像撒很多鱼儿，人家在讲捡糖果，就是像那个鱼很丰富，很多都在跳这样。这撒糖果都5、6千斤，今天多少都没有超过3000斤。小琉球赢王有100年历史，今年拄着疫情延到12月，庙方也是顺鼓励，新举办王船浸水典礼，由贵宾替王船点检、护水、起房，因为是地方的大代志，真侪乡亲拢回来参加。三农工呢，在前几天有报防疫计划到主管机关，全员戴口罩。手喷酒精，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人数呢也控制在300人以下，一切都符合规定。3年一颗赢王虽然规模缩小，信徒抢糖仔保平安，嘛爱做好防疫。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点咱台湾有真精彩而且丰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所以因为疫情关系，大家心情拢无讲介好，有真侪人会利用信仰来消除压力。最近台南市美术馆有推出一个信仰回路的展览，就是利用艺术来探讨疫情当中信仰的力量。看一个光粒形的雕刻作品，一时互人三无掌，唔知影是咧刻什么。想袂到透过银幕，这个作品煞变做一身完整的佛像，边仔民众外形颠倒变甲歪歌起撮。这是台南市立美术馆的信仰回路展览，内底展的物件，凡是你熟悉的神鬼，不过却是用无同的创作方式来呈现。在讲述就是人面对生死恐惧的问题。那我们选的作品比较会是石甸图，然后或者是说墓园。人时常伫咧面对生死、灾害，或者是恐怖的代志，会透过信仰来安打家己的心。信仰虽然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不过日常生活当中，却有真侪代志会去改变信仰的方式。咱种鬼拢知影爱挂喙暗去掠鬼，佮有这作品内底人敢是拢穿红雨衫。这信仰的展览其实也是咧讨论疫情之下信仰的变化。面临自己的恐惧跟渴望或欲望的时候，我们会
去借由宗教仪式或科仪文化去排掉这个恐惧，回到一个平静的状态。第三展区比较像是我们回到日常去谈，就是信仰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你的生活周遭一样。即届因为疫情，真侪宗教活动拢取消去，但是信仰却是未消失，会透过各种形式继续进行。若有兴趣的民众，会使来台南市立美术馆行一逝。记者综合报道。若要学物件，就要学好透。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就设计一个台湾设计口的展览空间，收集历史上真重要的设计文本，要让大家用亲目睭看到一寡真出名的设计品。 1964年东京奥运的海报搭伫壁顶，阁有迄时的门票、手册、纪念品等等。另外一边的壁顶是搭大家无看过的奥运候选国的宣传海报，德国柏林、加拿大多伦多等等珍贵的设计文本拢展出来。一个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那个是一个开创性的把奥运所有的设计做成一个系统规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大家都只知道举办奥运。 可是都忘了还有叫申办奥运，所以特别我辟一个展览的空间，就是历届申办奥运的海报。设计系学生伫读册时，拢读过真侪历史上出名的设计文本，但是无一定有机会会使亲目睭看到。台师大因为安尼规划台湾设计口展览空间，收集历史上出名的设计品，予学生会使来参观。课本里面所读的。 都是实，你看不到实体的东西，你没有那种立体空间甚至材料的感觉。台湾的美术馆很多，但是它没有特别把设计独立出来，甚至不收设计的东西。台湾的博物馆也很多，但是收以历史、人类学、考古为主，但是能够单独把它成为设计这样的一个专题领域的一个展演空间，台湾目前没有设计博物馆。 台湾设计口目前展出为过去到即马历届奥运设计相关设计品，9月7、到17拢会使来参观。因为空间有限，敢若有部分展品展出。台师大嘛希望未来会使有更较侪空间来展出，开创台湾设计更较侪可能性。记者郭冠长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 北部地区对嘉南到新竹是27.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苗栗到云林是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嘉义到屏东是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宜兰到台东是对26度到33度。 来看外岛的平湖、金门、马祖是对26度到34度，也阁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